跳摆以前，有一只客家后生年，他用这一生以内世界一千个传说中的故事，他爬过最高的山，舔过最深的大海，这故事原来在他的心中。突然之间，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尾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的客家人，远方的故乡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天天出现的山歌，传到夜尾。在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同爱共爱从爱未来，远方的故乡。远方的故爱上有多漂亮，对待那祖先爱多长远到那看文物馆的烟楼啊，看不出东西，看这个才有用。别看这个烟楼啊，现在就跟围楼一样。以前每一年冬天呐，大家都会在这里，大人在里面晒烟草，小孩啊就躲在旁边烤番薯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原来也烤过番薯，我还以为那是我爸妈那年代才有的事情。是啊，我未老先衰啊。你屁股起来嘛？是哦，梦又回来啦。不过吼，显怕又回来。佢讲乜解？公安毕业吼，我等因回来食饭啦。鸟的嘿，乜人啊？莫讲咧，哟，俺老多迄生喜呢。生喜，让我有可能。哎呦，反正哦，老人讲咪无用。你姊妹都得用的喏。嘛袂伫啊，研究从头毛毛的事情做成得评论严格啊。俺没生意来食饭，卖人咯。袂伫啊。这里就
就是黄蝶翠谷的母书园吧？我来了美容几次，都没有机会过来耶。你小时候都来这里玩吧？跟贵芬一起。为什么你这个人老是要把自己弄得死气沉沉的？我们之间不是有过约定？如果你再问我跟美浓没有关系的事情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。郭德平，对不起。这些树啊，都是日本人移植过来的，他们来自东南亚，而且啊，只有我们这里才有。小心一点啊，可别像上次那样。我才没有那么逊呢。郭德平。母书园入面真件居奖呢。係啊，假使你來這位，你做了入面，唔講係猜哪嘢，我哋總會猜同一片天空啊。千上嘅驚，就像以前咁樣。以前係過唔去嘅，人總要向前行嘅。貴哥，那個，我叫黃君倩，不叫貴芬。時間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吧。吃飯了啊！好嘞好嘞，过来。黄小姐，不好意思哦，本来啊，我们应该要把菜送到民宿去给你吃啦。我想说哦，这样子送过去，菜都冷掉了，不好吃，就请你到家里来吃啦。哪里是我打扰了？我想住在民宿的客人，只有我有这个福气，可以亲自吃到家里做的菜。好，来开动了，开动哈，慢慢吃哈。閨房啊，有冇揾到？唔掂呢。王小姐，来，这是我们客家人的福菜呀！哦，菜，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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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菜。倒不要这个。是。好特别哦，脆脆的耶。哎呀，只有我们美浓才有的哦，别的地方吃不到哦。对了，你们平常都吃了这么多吗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客家人哦，晚餐吃饭的时候希望全家人都聚在一起，所以菜要煮多一点啊。对了。客家菜比较油，你还 OK 吧？我才想问了，为什么你们的菜都这么咸，这么油啊？哦，以前我们客家人的生活过得比较苦，油一点比较好下饭呐。对了，这也是很好的资料，你可以把它写进你的文章里面。哎，对哈，黄小姐啊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来采访我们家德平呢？像他这样的人，既然是个纸伞师傅，很特别，所以我才会。其实我爸他手艺比我更好，我是他教出来的啊。
你应该访问他才对。我不会说话啦。你会唱山歌啊？啊，我空腰。记远方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好奇怪的感觉哦，在这快要1年没有看到我爸妈了，他们都退休了，不想回来。不过就算他们在家，我们也未必有能够吃饭的机会。我妈她根本不会做菜。那不是重点。其实晚餐啊，是一家人一天当中啊联络感情的机会啊。一家人？知道吗？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啊，所有外出的美人子弟啊，都要回来过节。那个时候啊，都大停水。这么夸张？这就是客家人啊。我知道，那公主外面的大石头也是这样写的啊。好中好好，门中没有好好。要是我爸他能够听你用客家话说这句啊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越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，就越走不出这个泥沼？那我也可以选择不要走出来啊。还有事，我要先回去了。明天见。冇空了，唔讲，该有喜着嘞。挑嘛来啦，人家吼会迄高兴啊，穷款啦，反正讲什么，团也冇空了，冇空了啦。佮伊我敢冇穷样咯，要做2站冇做，伊就屁股痛，伊仲做天啦。哎呦，人家种人啊，我安尼咯，你想动脑人家样的哈。嘛跟俺遐种人样诶，唉，唔敢无看出来嘿。看出来？其实我呀，喜欢你的品啦。啊，你怪好啊！哎，唔说也讲嘛个啊？哎呀，你冇嘛该，你在欠嘛个喏？哎，看死，这只肉都本光的了。佮翻译啦，佮特品喜欢佮什么的法？佮几分样的？佮几分人家人很相爱啊？几分啊？几分会喜欢特品啊？啊，你唔要特品，啊特品也要按他的去刺激有刺激的想法，按咁做就做去做决定啊。哎呦，讲我分享，甩我啦！对我同伊乡下。伊迄个做裁缝的啊。裁缝，伊讲唔做详细。观众有交代，很爱同伊配合啦。几多大样的人，做马比同，伊也同样也都有关系。如果我同奇怪。唔倒带上去讲嘛个喏，因成都迄没咧上，伊咧讲伊啊。伊对我有好感吼，也爱去干要除啦。啊，不过爱很爱，爱去搞喜欢万人见爱的事情啊。你遐做了也冇爱，唔要感觉忒无聊嘛。那张迄人迄无法度了解就算，
教师连无法度了解哦，嘛这见唔到讲嘛个啦。太平哥，把我讲几个同事人天作自责的，无时间弄解释咧。贵凤，你要贵迄个用几轮哦？你迄东西唔记得带倒呀？是迄，唔根本嘢，开买贵嘛？唔会贵哦。贵凤，发生咩事情啊？同这边人家系冇？喊你骂人欺负你啊？你还都路档啊，拄到反应啊！哎，都得很有反应啊！你同我讲啊！唔咩人讲都咩啦！好啦，贵凤，你莫先叫啦，先坐下来啦。贵凤，老话讲清楚，慢慢讲，莫行来哦。是去，这边哥，佢家係個騙人啦！啊？有冇可能哦？好啦，冇機會啦，冇機會啦。哦。真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样的欧式建筑哎！这是日本人呐，在民国前3年的时候盖的，现在还在用。听说啊，是全世界唯一的活电厂博物馆。现在还在用吗？嗯，是用老农溪的水啊在发电。啊，对了，美浓人的反水库很有名，那时候你多大了？在念大学吧？哦，所以你没有参加喽？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那时候可以说啊，是全民运动。我们从什么都不懂啊，一直到总统说在他任期内不会再提起，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啊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成功的。哎，你们可是台湾第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哎，你怎么可能会不懂？我不想啊，再提那个时候的事。为什么？讲的这个讲什么呀？哎，你感觉佢係咪喜歡啲蘋果？我聽見咗你冇啊？哎，你看見咗啥？哦，今天對特品有點意思咗哎，那你這不是來秀啊？是嘅，我看啲蘋果面色真係難看。哎，肯定係上英文看過啦。哎，我開心啊喲！你到底你喜歡啲蘋果，就可以想要就要。特品這邊，特品這邊。哦，我講熱天哦，天成假啊！冇，你現在特品同講清楚咧，還是講嘛？特品新冠度哦，這有點傻，還是啊，貴分啊！为什么你不想说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只能说啊，那个时候风起云涌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，原来大家的感情啊，竟然是这么紧密的连结在一起。也让你感觉到从此离不开桂芬了吗？从
起。请你离开。我无心伤害你，我只是想弄清楚这一切。我只是……我不懂哎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？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去面对我不想面对的事情呢？你只是一个外人，你干嘛自以为是的跑来这个地方，把我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呢？我并没有啊。你不要以为你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，你只是一个人而已。难道你能够把贵芬带回来给我？我不能。如果我有能力的话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帮你找到他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帮你达成一切你想要达成的梦想。郭德平，记忆是不可能消失的，你为什么不干脆把它说出来，把你心中的苦闷通通说出来？记忆是不会因为你虐待自己而消失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它还是会存活在你的心里。为什么你不愿意换另外一个角度去面对它，反而将自己逼入死角？你到底是谁？我不过是一个来听故事的人。那我就把我跟贵芬的事情说给你听。他到底真正可以呢？我回来等来啦。对啦。先生，我从来不是看过你对这种事暗管成功呢，过于难得咯。我唔知安尼讲啊，咱咧读嘅就高数复杂题都水库的问题，哪可能我本政府咧稀水库呢？但是上班啦，个水库咧稀了147公尺高。按过呢，佮摆个水库变起来把佮按规米龙盐呛呛。系啊，米龙早唔需要按摇水库，米龙来保持按摇水酱。哎呀，还有啊，水库一旦咧稀起来吧，莫讲其他问题，单将爱路的问题就好了。跟爱路点一落都啥个鬼啊？你正好唔做太多呢，哦。先生还有观念哦。当然咯。啊，假使唔要谈个甜蜜情长，叫做爱上协会二个。尽量的滴。对啦，真当我们俩把面子啊！爱情肯定有头脑好笑嘛，好嘛？不管样的啦，米农做做唔得本意来稀水库，米农做米农，不管任何一种都来破坏。错。先生，啲嘢啦，再继续讲下去哦，你回国做包唔听你啦。错，冇接你先吧。哦，快点对啦，阿弟啊，冇问题啊。你看呐，先生一摆，真係欠呢。中咗唔得咯，本人欺負到門後來，下一開門本人入來啊！特別這個人你看無限，有件事我真冇同講。乜事啊？我靠到公費嘅。等很久了，宝孙啊，你还有心来咯？还不要送桶油啊？咁我看我冇啊，送嘛桶油。宝孙，叫啊！宝孙哥有一块飞诶！哎呦，认识技安叫，从来都唔识讲我技安的啦。做啲安尼吼，哎吼，最近迄医生嘅嘛，推表也真壮好的啦。计嘛因为去改爱米农，唔当要按药。不过吼，爱呢迄一般的北乡呢，来对我国记到官员咯。起码，你下电视档哦，全部就爱人的新闻啊。听讲个爱上协会啊，抢改道嘅外国人来支持爱人呢。哎呦，就算抢到嘅外星人来咩中央啦，爱人的日嘞吼，还要过啊。哎，唔会呐，迄主同意啊，人家听得知吼，还要搞破啊。记唔住吼，爱去甲煮啦。
连郑总佢都承認咧嚇，起水庫係唔錯嘅事情。我就講過嘅嚇，一笪水庫一開始就有問題，一到真係真嘅，當作係老百姓，乜嘅事情都唔啲啊！你有啲想乜啊？我咁講唔錯啊！爸，假使唔係同嗰條專家講嘅句太大哦，我看哦唔係唔對啦。唔是嗰條專家講係咩對？一件事情啊，一開始係好咁怪怪啊！啊，我聽一路講啊，身為美農人啊，我當然了解講乜嘅事情對美農好嘅，佢根本都唔是嗰條專家同我講嘛。好啦，爸，真厲害，講唔贏啦。唔過啊，這本係上唔到嘅就係人哋美農啊，原來按到人都講我事業有成。哎呦，佢也是辦呢，所以啊，一條政客特別就講嘛，按客家人嘛少數嘅出拳。係呢排係你有人講嘅話，我就喊下台。爸，冇人結通啦。我咁要，我同講啦，係拜哦，我係你停嘅你退俾。啊，唔好去哦，我可能冇去嘅啦。媽講哦，佢早接接啊就冇得做呢。係冇查嘅建議嚟啦。玉橋啊，我就歸來咯，啊？哥啊！你使乜用你俩當歸來啦？用辦？阿叫話本同要碌到誒。啊！你話你咯？咩唔定啊？聽我做人張主，你見乜嘅東西咯？聽講嘢，乜嘅做聽講嘢，要幾多隻聽講嘢咯？係咪然後仲要打電話警局啊？我硬是管你去家裏做。冇事吧？冇事，因為我冇事咯，我冇閨房啦，加耐時間啦，個頭都走出來。啊！我嘅下咧。爆好嘅啦，冇咁咪所以掟到我嚟當半塊咧。媽，快些啦！攏講係吼，無聊我哋錄卡通聽書，唔能會變爛呢。係喲，冇講也是啦，也把唔錯啊，快些嘛嘅咯。媽，我一參加較無閒，唔能無法偷讀聽書。唔怕啦嘛，冇講也是啦，最過分嘅最也把啦。佢梗係費事你咩？嗰啲啊，有其他邊你啲生活家庭嗰些嘗試下。生意，不過輕鬆呢？有什麼事？唔知，我去哪呀？美國。唔用講去就去。佢就講佢考唔上，嗰所以真唔敢講啊。唔該上嚟考冇係冇？最近小朋友是那兩胎，每一次冇時間講。不過只要對平安，唔係天天在邊嘅。你冇差啦，反正我啲唔啲哦，你冇創業啊。閨房冇見啦，好彩你係結束太好嘅，有人陪在媽媽身邊，你咪較放心嗎？咁我去幾久？2年，就2年。2年請假啊？係啊，過2年我就歸來嘅。啊，2年咯。冇想到一擺就考到，媽新冠本來喊到個上。做啱做去啦，媽，每一次一年講起最支持我嘅。快啊，人講冇唔錯啦。問題係，我從來就唔是離開過福卡。所以你下做捱出去磨練嘅時節啦，媽，唔是笑啦，捱冇有事誒。唉。你唔要同地平講喎。
你以为难记哦？2年啊，讲长唔长，讲短也唔短。反正你到周边，叫我干。哦，但平对应好，你就是听记。唉，还希望哦，廿8岁可能也还用的。其实啊，这本也是个欢喜的做伙，那么辜负永爷哥。嘿，我恨爸爸。出去啊，要好好照顾自家，好无？夜烟风的故乡又响起，讲爱从来未来。忙死了。你看我一发生。等送你起床以后，我就过夜。但是，你真係改行，改行。你夾落咩咯？我驚痛分開。係咪佢夾？叫我咧。係咪夾痛分開？是從奶媽手上嚟咯，就咁嘅。唉，今天嘅臭嘅，係發現年紀，做唔得哦，佢幾幾年哦，開一個路卡，所以說唔正一通，路卡大得開，我不敢哭嘅，因為我心裡喜悅你。于是，故事结束了。后面的就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会不会很失望？其实，你想知道的故事，曾经发生在很多人身上。像我当兵的时候啊，几乎整个连啊都快被兵变了，所以这没什么好稀奇的。我们回去吧。但是那些被兵变的阿兵哥，只有你会做伞啊，会把感情放在伞上面的，只有你。别忘了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美浓的客家人，除了做伞，我不会做别的。后面的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桂芳，你没事吧？桂姐萍，恋爱。他没有事吧？没事。桂芳，咱来了嘛？反正同講法。無想同人講翻，有人這樣嚟啊！唉，桂芳，都幹嘛事情？
娘可以代替你同门的，给迄眼人希望呢？同门了免安尼，同门了较简单啦。唔免，同门了，迄同几分子的，迄同人的，要所以生气的。不过前腿要记的，也是乱度，都带有几分子嘛。啊，无想我比到一件事情同脏啦。连假生都唔想假生哦。敢讲啊，连交朋友自由了无？哪会当作朋友？佢假如拢当作朋友过。我相信佢，我相信黄俊谦，係個親有分寸嘅細妹。哪咩細妹？不過，我看到佢看人嘅神情，我做地佢對有目的。張雲，無接觸我冇關係。不過，我不怕元素另外一個細妹嘅出現，來影響我哋嘅生活。你有考慮過我嘅心情冇？冇法講嗬。桂芳，應該認衰，你是冇情人嘅，你望有眼味後，我已經冇假交人。到底来这里干什么？是郭德平要你来的吗？没有人要我来，是我自己要我自己来的。我警告你，你休想把德平哥带走，他不会喜欢你的，也不会离开我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并不喜欢他，我也没有那个能耐把他带离开这里，我只来这里工作而已。而且，请你不要以为每一个女人见到郭德平都跟你一样。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喂，你讲啊，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德平，德平，德平，你有到底度嘛？有啦，我睇地度啦。啊。王小姐打电话拨呐。真高兴你会来。这2天你在美浓看了这么多，应该够你写一篇报道。谢谢你。对不起，你那么帮我，我还是为你贵分的事情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再见。吃茶，多谢。德平，最近哦，唔点用同讲啦。不过，贵芳哦，同在伊个只细妹尔，用过去的。
几个年下，要认归去的，真紧上无咧。规房哦，怎么按猜伊记？唔免啊，迄是为了去讲你呀，为到有命，去传母啊，这位穿得遮细妹。叫做黄君倩，人家有名有姓的好无？好啦好啦，那唔管啦，叫侬买黄君倩啦，黄君倩啦，基本啊，今好当惨呀。唔讲嘛呀？你莫同鬼房讲哦，卖同讲了对哦。唔过啊，卖免唔接受哦，去做了条事情啊。你要知啊，鬼房哦，改行哦，改行唔俾人抢走，佢真係改行呢。来看哦，我鬼魂归来哦，咱有法度哦管伊啊。唔错诶。做了几份离开以前，其实已经答应爱。啊，不过其实敢要治，敢无可能骗个细妹，除了几份以外，行个痛苦，俺无法度推进来加加。伊边也无可能摕遐种情义之下，去接触鬼房。物件然拢会脱离的，总得因为鬼魂离开，鬼房就替不上了，也唔免个爱情应该有个样的啊。这边啊，你讲到很深诶，难怪啊，鬼房我唔治啊，其实我爱用。啊，不过鬼房唔治，你应该治啊。有呢，你还买去变做饭堂诶？甲电脑摇的啊？啊，无去洗衣个。今日无衰退才回来，你去洗洗了。因为讲家生活是这个，总算看唔到别个。去洗妹哦，有同黄君倩。爱讲用都嘛该，创业的哦，记这个。这边讲，安尼安尼，你可以像以前那样诶。那从来就无变过。干。以前就是去同工的草帽。唔知影怎伊骂人咯？唔有想过无？人家阮有空啊，阮有空来用福气。唔敢讲，叫我来讲。来同其他事情哦，唔是唔干啦。你咪在当管你妈买呢？来骂人哦，迄因为无礼貌啦。若要过清楚哦，唔迄比会骂的哦，按无礼貌啦。你迄没介意多见。爱讲的迄硬态度，硬态度咧，感觉唔通唔做。你迄无介意，你做嘛妈买？做嘛可以讲吧？算了，唔管伊要讲，拢无伫个。你凭啥讲人哋？唔伫个，唔免所有事情哦，拢同爱情有关的好无？规范，唔免说骗爱。假使讲今日起啊摕爱几分哦，起啊无人做的啦。迄几分钱也都要骗，我甚至在同家生活，你干嘛出现？敢讲爱连上几分的权利有无？爱做嘛管朋友要笑，爱做嘛同朋友嘛关系，做一切同黄君健无关系，同咩无关系？所以你娘新闻度，哪一天同黄姐姐重要哟？唔要要上几年事情啦，我出现。所以，昨天来给我，昨天来公司，那公司行事中，你管你啊！你看，就说很平白，两个事情，哪会就错的啦？
创个呀，创个感冒呀，哎呀，神人对没一心一意呢啊！哎呦，没我讲嘛个。从你第一天出现在这里，我就知道你对德平哥另外有目的。那你有什么立场为他说话？既然知道德平永远不会喜欢我，那你又何必担心？你说我们彼此已经是陌生人了。人物较天野，点点打开一家见天乡。雨落雨，莫要下，嫌伊白夜早开归黄昏。半暝梦加天山无山，放顿烟家不人间，天在。